这时我要来强读圣经，咱先开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书第24章。路加福音书第24章，咱要读13节到35节。路加福音书24章13节到35节。伫同一天，门徒有2个人到一个庄舍去，这个庄舍名叫做以马五斯，离开耶路撒冷大约有11公里远。因沿路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代志。拄伫谈论的时阵，耶稣亲身就招群因，甲因斗阵行。因看见耶稣却未认得伊，耶稣就问因：恁一面行，一面在谈论什么呢？因就徛踮，满面羞容。其中有一个名叫做吉流巴的，问耶稣：难道你是耶路撒冷社区的百姓中唯一唔知影即几天伫遐发生什么代志的人吗？耶稣就讲：什么代志呢？因就回答：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代志啊！伊是一个先知，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讲话做事拢有力量。咱的祭司长甲首领竟然甲伊抓去判了死刑，钉伫十字架顶。阮原来毋望伊就是要来拯救以色列迄位，毋然安尼，这个代志发生已经3天了。阮当中有几个妇人人，互阮真惊赢。因一早就去到墓穴遐去，因无看见伊的遗体。因转来报告讲，因看见了天使，天使来甲因讲，耶稣已经国外了。阮当中嘛有人去到墓穴去看，发现一切拢甲妇人人所讲的同一样，毋过就是无看见耶稣。接续，耶稣对因讲：恁实在真愚妄啊！对先知所讲的话，恁为什么会感觉遐尼恶得相信呢？基督毋是一定要经过这一切才会当进入荣耀吗？接续，耶稣根据摩西甲先知所写的，开始因来解说圣经顶头关乎到伊家己一切记载。因行过了所要去的庄舍，耶稣好亲像要阁继续赶路，因却挽留伊讲：日头已经落山了，天就暗了，请你甲阮三甲斗阵大吧。耶稣就溜去，甲因斗阵大来。当因坐伫食饭的时阵，耶稣摕起饼，向上帝感谢，然后掰开饼，摕互因。因的目睭忽然间开了，才认出讲伊就是耶稣。但是耶稣忽然间就无看见了。因彼此讲，伊伫路上甲咱讲的话，甲咱解说圣经的时阵，咱的心毋是亲像敢若火伫刀共一款吗？因随时马上来起身，就转去耶路撒冷。伫遐，因看见11个门徒，甲另外一群人聚集到做伙。拄我伫咧讲，主真正是国外咯，伊已经显现互西门看咯。迄2个人也甲路上所看见的，甲因所怎样伫主掰开饼的时阵，认出因的经过，来甲大家讲。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的人，阁受感动的去行的人。今仔日咱真欢喜本堂的蔡主任牧师要分享的信息，伊的题目是国外的见证人，国外的见证人，请咱以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国外节，国外是耶稣基督重大的胜利，也是咱性命盼望的来源。今仔日伫普世的教会中间，伫逐世界各地，拢咧庆祝主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活，因为这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是咱信仰的根基。所以牧师期待透过今仔日的信息，咱做伙来体验
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给我的活命。为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只是静静伫你的面前听候，恳求你对阮讲话，就是透过你的话，阮要更新改变阮的活命。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的心，互阮伫领受你的话语无任何阻挡，也互阮会当顺服伫你的话，用阮的生命来荣光你。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咱要来看一个题目，叫做“搁我的见证人”。搁我的见证人。咱首先看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安尼讲，伊讲文道中间有2个人，因到一个庄舍，这个庄舍名叫做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大概有11公里。所以这2个文道，因看见着耶稣受苦、受定、死、被埋葬，然后因真失望，所以因就对耶路撒冷开始要行到以马忤斯这个所在。但是因也得到一个消息，就是有一寡妇人人，因去看耶稣基督的墓的时阵，发现耶稣基督无去，有天使对因讲，耶稣基督已经搁活。所以因一方面是失望，一方面是悲伤，一方面心中也充满犹豫。所以因就沿路谈论这个代志。在咧谈论的时阵，耶稣基督突然间出现，就问因讲：恁咧谈论啥物款的代志？这其中有一个叫做革流巴，就问耶稣讲：讲你是伫耶路撒冷这旅客中间，唯一毋知影即几天发生啥物款的代志的人吗？伫耶路撒冷发生大代志。耶稣就问讲：到底是啥物款的代志？因就对伊讲：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代志。因就说明耶稣基督安怎受苦、受死，然后埋葬了。阁有听见耶稣基督改成搁活的消息。耶稣听伊2个人讲，明白因心中的犹豫、因的痛苦、因的失望，所以耶稣开始为这2个门徒加开一班旧约信仰班，对摩西5经开始讲解到历史先知书，将其中有关弥赛亚必须要受苦、牺牲，才能进入荣耀的经文。拢对因详细说明一遍，讲甲因这2个人煞心中煞火热起来。然后因一边行，就行到以马忤斯。耶稣改成要继续行，但是这2个门徒就挽留耶稣，讲甲阮做伙点。然后因伫食暗顿的时阵，耶稣那亲像咧守圣餐同款，摕饼祝谢了，掰开分予因。当因一食了，因的目睭就开开，这时阵才认出这是主耶稣基督，是搁活的主耶稣基督，甲因同行，甲因同食。但是耶稣突然间无去，因就互相对讲，伊伫路上对咱讲话，向咱解说圣经的时，咱的心敢是亲像火同款咧烧吗？所以因就做一个决定，因就对以马忤斯。回去到耶路撒冷，才要将这款的消息来对这信徒讲，对因传讲，主耶稣基督已经对死人中搁活。当因回去到耶路撒冷，看见到11使徒甲其他的门徒聚集做伙的时阵，伊嘛咧讲起主耶稣搁活的消息，因为耶稣基督迄个时阵已经显现互西门看，这2人也将路人因所拄到的。因安怎甲主耶稣基督谈论，安怎甲主耶稣同坐倒的代志，分享出来，做真好的见证。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见到这2个门徒，因对耶路撒冷行去以马忤斯的这路上，因是充满了悲哀，充满了失望，充满了失志，甲犹豫。这好亲像咱伫人生的过程中间，有哪有可能拄到挫折、失望的事？好亲像对耶路撒冷要行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伫这个时阵，如果咱哪会当去拄到迄个搁活的主耶稣基督，伊就会当为咱带来大的改变。希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伫咱家己以马忤斯的路上去拄到
即个对世人中国我的主耶稣基督，互主耶稣基督将咱属灵的目睭拍开，通看见伊所带互咱的愿望。因为拄着主耶稣基督的人，伊生命会当得到改变，会当做真水真水的见证。咱要做见证，就是必须要有改变。若无改变，要怎做见证？最近办公室有一寡兄弟姊妹咧做一个运动，叫做减肥的运动。因伫外口讨论了真大声，我伫办公室内底拢有听到。我心肝咧想讲，可能是针对我，因为算规个办公室拄我上大箍。所以我就想讲，虽然无要甲因做伙参与这个活动，但是我嘛是爱有一寡见证。我想到过去神佑长老捌教我讲，只要改变食食的习惯，就当有改变。我就照伊的理论去实行。叫最近开始有体重有较减轻淡薄。你若无改变，就无见证啦。所以我就让村里来讲爱安怎食安怎食开当减轻大家看到有改变，就有见证。所以今日要成做一个搁我的主耶稣基督见证人，咱就爱有改变。咱来看这两个问题，因做啥物款的改变？第一，因是对哀伤忧愁变成做喜乐。咱看记着这段经文，死亡是带予人无限的哀伤，但是搁我却带来无比的喜乐。咱看记着，当这两个门徒因往以马五斯的路上，一路拢是满面忧愁。但是当因甲各我的主相拄了，因是安那？因是怀着极其喜乐的心，回去耶路撒冷。所以这是因真大真大的改变。所以咱要明白，咱要做一个见证人，上界重要的是咱要有喜乐的心啊！你无可能讲悠悠愁愁去人讲。你来信耶稣，你敢未信耶稣无？伊是搁真搁我的主，叫你真忧愁。咱看你安尼，敢有要信主？所以你要用极其喜乐的心。检测咱会拄着真大的困难，但是咱如果用喜乐来做见证，这是上大上大的说服力。要安怎得到喜乐？保罗先生咱提醒，讲你若因为甲主结连，常常喜乐。我去讲仁爱喜乐。这是保罗生命喜乐上界重要的秘诀。伊咧写这本腓立比书的时阵，伊用怪伫加勒。照你讲，用怪伫加勒，无失去自由的人，是上界悲伤的人。但是伊却是充满喜乐，写这种喜乐的批信，考劝腓立比教会信徒，爱用喜乐来做见证，因为喜乐是咱上界好的见证，是咱生命中间上界重要的记号。所以，咱如果会让对哀伤变成做喜乐，这是上界大的见证。第二项，咱来看这对门徒，因的改变，因是对惊吓变做平安。拄则的经文中间，当这两个门徒，因伫这以马五斯的路上，是充满了惊吓、犹豫、无平安，但总是因了后，当伊甲耶路撒冷是充满平安的。特别当因分享因的见证了后，主耶稣基督突然间出现，对因讲一句话，就是愿恁平安。所以心中充满平安，特别是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平安，这是一个上界好的见证。当主耶稣基督对因讲愿恁平安，伊一定回想到过去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讲我将平安留予恁。我所享受的平安，无亲像世间人所享受的。咱的信仰所讲的平安，毋是讲一个人一帆风顺，无拄着任何困难，是当一个人拄着真大真大的困难，伊有愿心中平静安稳，因为伊知上帝咧保护伊，上帝伫这一切顶面掌管。我记得我细汉有一遍，我的老爸老母出外去买物件。我家己一人伫厝内底咧佚佗，佮当然有一寡亲人伫边啊，我伫家己遐走来走去，我迄阵有看一出卡通影片，叫做《太空飞鼠》，毋知大家敢知影？
知影可能拢甲我比我年纪较大诶吼。我看迄个艋舺中间迄太空会树的杯嘛吼，我想讲我来试看觅吼，所以我摕一条筋仔来下咧吼，对阮兜的二楼，吼，就想讲跳来，我有迄个姿势吼，佮和太空会树的姿势是相共啊，但是跳了了，我还无飞起来，所以落落咧吼。哭一个吼，所以我即摆头壳才有一个伤痕吼，就开始流血吼，当然毋是足严重啦吼，我就大声哭吼，厝内底人赶紧去老爸老母叫转来讲，哇，恁囝跳楼啊吼，叫我老爸转来吼，看我伫遐咧哭吼，伊拢老烂诶，然后我抱咧，吼，其实我即摆也会当感受到伊迄阵老抱咧迄个感觉。虽然我老爸真早就过身，但是迄个感觉我永远拢会记住。迄是一种安全感。伊甲我抹掉，然后甲我送去病院。当我老爸老抱的时阵，我就知影讲我可能袂死啊，吼，因为老爸老保护掉。咱知影老爸老母伫咱的身躯边带互咱安全感，但是这个安全感是暂时的，只有搁我的主。会当时时带予咱真正的平安，因为死亡对人来看是绝望啊，但总是主耶稣基督已经超越过死亡的权势，对死人中搁活，所以伊会当带予咱十足的安全感。虽然值得将咱的性命交托予伊，圣经嘛安尼讲，应当一无跨路，只要凡事借着祈祷、祈求、甲感谢，将恁所爱甲上帝讲。上帝所想事，迄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的确伫基督内面保守咱的心怀意念。所以，如果咱若投靠耶稣基督，投靠伫伊的怀抱中间，伫伊的内面，咱会当得到十足出咱意外的平安。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信耶稣就爱信甲真平安。如果若无平安，要去做见证。咱活踮伫一个无平安的世界。如果咱会当用心中的平安、外在的平安来做见证，的确是真有说服力。所以，咱爱用内心的平安、外在的平安来做见证。第三项改变，咱看见着这两个人，因行往以马忤斯的路上，是满面愁容、心肝冷淡，但总是当耶稣咧甲伊谈论这个事的时，咧甲伊同坐道的时阵，因心中就充满火热。所以做一个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就是爱充满火热的心，爱愿意常常将你生命的见证甲其他人分享。当这两个门徒因经验过主耶稣基督了后，圣经中间讲，伊讲主耶稣基督伫路上对咱讲话。甲咱解说圣经的时阵，咱的心敢毋亲像火相款咧烧吗？所以因马上做一个决定，因回去甲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冷淡的心变成做火热。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伫遮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国活。如果主耶稣基督无国活，咱今仔这组织是追思礼拜。但是因为伊国活，虽然今仔是用大欢喜的心来庆祝，所以牧师期待咱每一人，拢会当成做一个国外的见证人，将咱心中的喜乐，将咱的平安、火热，将这款的消息传出去。如果咱每一个人会安尼做的时阵，咱的教会、相连教会，就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成做一个做见证的教会。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大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主，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心，互阮的心充满了你所想事的喜乐甲平安，也互阮用火热的心，愿意将国我主耶稣基督伫阮生命中间带来改变，分享出去，来成做别人的祝福。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